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0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股市呈现一个震荡、缩量、反弹的这么一个局面，三大指数探底回升，尾盘都是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0.5%， 深成指涨 0.4%， 创业板涨 1%， 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2600多只今天的成交量明显缩量只有2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少了5000多亿，而且这个机构资金也是在流出的，内资主力资金净卖出600亿元。这个走势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个震荡，往上底气不足，往下不甘心，对吧？跟昨天的变化就是缩量了，这个缩量要值得注意，如果连续缩量，那恐怕就扛不住了如果说明天再放量，又回到2万多亿，那这个缩量就不足为虑就是连续缩量缩到1万亿，那这个就出问题了，就是资金纷纷离场。有很多人也纳闷为什么9月底到现在突然有那个成交量4、5千亿，一下干到2万多亿、3万亿，这钱从哪儿来的？央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住户存款增加 11.28 万亿元，而此前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住户存款增加了 11.85 万亿元，这就意味着10月份住户存款下降了5700亿。这个我在昨天节目也说了，是有住户存款应该是流入了股市，当然了也有去买房的，所以这10月份这个楼市还有股市双双都反弹了一下，大家都怀疑这个资金从哪儿来的尤其是这个胡适每天2万亿的成交，这个居民存款减少5700亿，这个很大一部分恐怕就进了股市，购买股票、基金或者其他的投资。这个居民存款这个大迁移一方面跟这个存款利率下调也有关系，就越存越吃亏。我在会员节目也说了，对吧？咱们已经对资金做了重新安排，这个住户存款大幅下降，我也做了一点点贡献了，微不足道的贡献。理由我在会员节目也说过了，就是因为他那个存款利率往后肯定是无限接近于0，那这个时候，对吧？你不能不稍微做一些调整，虽然还是以安全排第一位但是可以配置一些这个叫货币基金，还有一些美元。配置的美元现在已经有收益了，我看今天好像是 7.25 这就叫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种被动行为所以说这个从我本人来说以及从这个居民存款规模变化来说，这个居民投资风险偏好发生变化，对吧？一部分是这个利率下调导致的，没有办法。但是大家记住了，这种存款大搬家，它有没有可持续性，这个不好说，对吧？如果这个存款持续在搬家，那这个胡适它就会越来越高。不管怎么说，它有资金流入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够呛。所以你到12月10号你再看央行的数据，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复提醒的，对吧？就是相关部门这些数据就能验证，这也是风险。10月8号以后到现在整个11月份，这个胡适是在震荡之中，这个震荡之中盈利的就变少，就是这个叫赚钱效应减弱，赚钱效益减弱，它吸引新资金的能力就减弱。当这个12月10号央行公布数据，这个存款搬家行为消失了，那恐怕就要说明这个胡适又要往下走了，因为新增资金没了。就我一直说你看胡适当初涨的时候就是这么几个理由嘛，一个理由就是人民币资产要升值，美元降息50个基点，所以咱们要把它资产拉上去，美国人占便宜，不能让美国人来捡便宜不当时不都是这么说的吗？对吧？说多少亿美元要流入中国吗？所以咱们先拉起来，这个就是个笑话了，对吧？现在都已经到 7.25 了，马上就 7.3 创新高了，哪个美元那么傻，对吧？所以这个我当时就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什么外资要抄中国的底，这也就听听就算了，外资没那么傻。胡适拉到3000多点，在这么震荡还是自己所为。第二个理由就是高分红，对吧？你因为银行利息不停的在下降然后你现在这个胡适又村里面要求提倡多分红，多分红什么意思呢？那言下之意叫只要股市不跌，你买了之后，它的分红比你银行利息还多，为什么不买呢？而且现在3000点点位也不算高那么总有一天涨到5000点，就这个逻辑所以说你看这个炒高分红，所以这个银行股都翻倍了。但是这个似乎也说不通了，因为这些业绩还能有保障吗？
经济形势不好，它明年还能赚钱吗？对吧？银行盈利基本上到头了，已经出现拐点，甚至我认为这个银行它的业绩恐怕现在都是靠粉饰爆表，把那些雷往后甩，那总有一天它也爆，也就是这个业绩牛也说不过去，后面就开始炒什么重组，这个纯粹就是炒妖股了。科技板块你看看，那科技板块盈利能力更差，亏损的比比皆是，其他的什么那都是炒概念啊。所以说这个赚钱效应越来越差，存款搬家这种行为恐怕就有所收敛，甚至有些人赚了钱直接就全部套现了，又存回银行。你比如说这个有媒体报道这叫大和财力方，他报道是叫超250亿元落袋为安。这250亿指什么呢？是股票 ETF 单日资金净流出250亿。近段时间 A 股开启结构性行情，上证指数直指3500点。此前借到股票 ETF 抄底的场内资金也在逐渐获利了结。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11月11日股票 ETF 资金净流出超250亿元，创2005年2月22日以来单日资金净流出历史新高。11月以来7个交易日累计资金净流出超过100亿元。具体到产品层面，跟踪中证 A500 指数的 ETF 继续吸金，最近5个交易日资金累计净流入237亿。近期反弹力度较大的科创50及创业板指数相关的 ETF 持续遭遇资金净流出，最近5个交易日合计净流出超过237亿。受益于国内政策的化债、消费等利好对后回调，资金持续做多科技成长板块，前期抄底的资金正在逐步获利了结，股票 ETF 遭遇资金净流出。截至11月11日，全市场940只股票 ETF 含跨境 ETF 总规模达3.21万亿。在单日股市震荡行情中，股票 ETF 市场总份额减少133亿份，按照区间成交均价测算，单日净流出资金251亿元。也就是这些炒 ETF 的到了3500点选择获利了结，认为到头了，很多资金就流出了，这个大家也要关注对吧？今天还有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也是凤凰网财经报道的，这个中信证券呢刚发了一份研报，说 A 股当前正站在年度级别马拉松行情的起跑线上。他这个说的比较婉转委婉，他说牛市了吗？他没说，他说年度级别，也就是说这是个时间还不太短，还挺长的年度级别的马拉松行情。什么叫马拉松行情他也在造名词你要说牛市就说牛市，你要说慢牛就说慢牛，大家都听得懂。你整个马拉松行情什么意思你感觉就是磨人呗，拼耐力。11月12日，券商一哥中信证券2025年资本市场年会在深圳召开。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师秦培锦说结果话音刚落11月12日晚上，博纳影业公告称，中信证券公司中信证券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75万股。在这边说马拉松行情，那边他减持就落袋为安。这更加巧合的是这个中信证券它减持博纳影业，结果这个越秀资本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发公告，它要减持中信证券股份。11月12日晚，越秀资本公告，你出售不超过中信证券总股本1%的股份，1%大概是不到50亿人民币。你看看对吧？一边说马拉松行情，一边互相减持忙券商都在减持，自己在减持，别人也在减持它，对吧？一般牛市券商都要翻几倍，券商先走牛，结果你看券商的大股东也在减持。这个我想这个金融消费者还是头脑清醒，对吧？人家都趁这个机会在减持。还有这个绿城中国执行总裁耿忠强减持10万股。11月12日，根据香港联交所最新资料，绿城中国执行总裁耿忠强于11月7日减持公司10万股，每股作价10.88港元，总金额108.8万港元。这也不多但是改善生活还有联宏新科大股东计划减持4000万股，都是在卖股票但是我们再看还有媒体报道说外资持续看好。我们看外资是怎么看好的他说关键时刻外资巨头发声。摩根资产管理最新发布报告认为，在9月份反弹之后，中国股票明年仍有上行潜力。11月12日，摩根资产管理亮出底牌，其全球多资产策略师盛南在发布会上表示该公司已适度增持中国股票，
预计明年以美元计的回报率为 7.8%。 另外，摩根资产管理近日发布的4季度环球市场纵览指数，当前 A 股已从情绪修复反弹进入基本面驱动行情阶段，未来企业盈利恢复或是行情持续核心变量，说的比较委婉啊。前面那个反弹是情绪，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拼实力了，也就是说叫业绩驱动。那大家就想一想，2025年资本市场这些上市公司业绩会好吗？怎么好，对吧？逻辑基础在哪里？近期伴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密集推出，众多外资机构纷纷看好中国资产，并通过各种方式加大了对中国资产的配置。美银最新发布的全球基金经理月度调查显示，看好中国在10月调查中跻身最热门交易排行榜前3，比例高达 14%。 另据易方达香港发布的202410月全球 ETF 资金流向报告，全球基金当月共流入中国股票市场241亿美元。这个摩根啊又看好咱们的2025，不知道这次摩根啊是模拟盘还是实盘。央视财经也报道啊，他说有公司数据显示，今年9月24日到11月8日，他们跟踪的外资样本基金净流入到中国股市超过100亿美元。在多位外资人士看来，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不断改善，在场外等候的海外长线资金将加速流入中国市场。广阔的巨大的需求、创新的力量、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价值，不仅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也是全球资本加仓中国的信心所在。这叫走夜路吹口哨啊，自己给自己壮胆。最近啊，关于这个蚂蚁金服的传言比较多啊，有传言蚂蚁金服这个马上要上市了，但是这个蚂蚁金服方面好像否认了啊。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公告，钱塘征信有限公司已获得个人征信业务许可。公开资料显示，钱塘征信注册资本10亿，共计6家股东，浙江省旅游投资和蚂蚁科技各持35%，并列第一大股东啊。受这个消息刺激啊，感觉这个蚂蚁金服啊，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整改已经完成，然后这个又能重新是吧 IPO， 所以11月12号啊，蚂蚁金服概念股大涨，军政集团、地雄科技、金桥信息、翠微股份、合肥城建统统涨停，反正跟蚂蚁金服相关的。这个前恒大的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说啊，他说好的股市就是在长期帮投资者获得收益，而不是成为财务粉饰、概念炒作的不良上市公司和庄家的提款机。这个任泽平这说法实际上也契合了当下啊这个胡适的一些特点，对吧？大家都希望这个胡适啊是慢牛，金融消费者才能赚到钱，什么疯牛或者其他的牛，结局就是金融消费者赔钱。这个大家不要不信，这是必然的规律。我一直说啊，只有慢牛啊，金融消费者才有可能赚钱。只要你买了，你后面随时什么时候卖，你都会赚钱，无非就是赚的多和少的问题。这个疯牛还有猴市啊，对散户来说只有赔钱一条路，对，最终你是要赔钱的。这个道理讲过好多遍，而且啊，越是牛市越是赔得多，对吧？这个熊市啊，实际上散户赔的并不多，因为大家对吧，这个胆儿都吓破了，胆儿小了，小心谨慎，所以熊市里面，而且很多人都躺平，所以他赔的并不多。虽然这个一直在流血，真正造成亏损的恐怕就是牛市。我看有网友留言说什么没有买黄金，问我后悔不后悔。就我也不知道这种人他为什么要跑我这来看，这个不是脑子被电梯或者被门夹了吗？不跟夹头是一样吗？对吧？我一直说我不炒黄金，我对黄金不感兴趣，不知道。如果这也后悔的话，那你没炒比特币，那不更后悔吗？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从小就吃屎呢？你从小如果顿顿吃屎，说不定你现在对吧能够这个长生不老啊。如果这也后悔的话，那我更应该后悔什么呢？更应该后悔当年我能买北京10套房，我不买，那不更后悔吗？就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他是什么心态啊，跑来看这个节目，对吧？你有病你就应该去医院看病，没病你去看夹头的节目去，或者看那些炒股的，对吧？教你发财致富的，就这些人他心态他出了问题，他炒什么都会赔钱，对吧？你不要拿一时的成绩出来跟人比，没什么了不起。我都说过了，我炒股我赚过3倍，赚过5倍，我抓住了股票连拉10个涨停的都有，有什么用呢？最终还是赔钱，对吧？你理解不了这个，你不在一个频道，对吧？咱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说话，你跑来有什么用呢？对吧？你去别的地方玩不挺好的吗？印度有一只股票，对吧？一天涨了6万多倍，那你是不是说所有人都后悔啊？你为啥不去买呢？这不缺心眼儿吗？对吧？你要这么后悔，那你活着什么意思呢？
呢？你不是直接楼上跳下去不就完了吗？这不是有病吗？对吧？你就是赌对了黄金涨，又能怎么样？你加杠杆了吗？你加10倍杠杆了吗？即便你加了10倍，你不后悔吗？你应该加100倍的。你加了100倍，你不后悔吗？你应该加10000倍的，对吧？你既然这么信心十足的说黄金要涨啊，你不后悔吗？你应该把房子押出去啊，对吧？把你媳妇挂到百合网，如果没媳妇，把你爸妈挂到百合网，对吧？让你爸妈离婚都挂得上去，荡出去杠杆买黄金啊！你说这都是什么思维啊？这纯是脑子有病，对吧？你蒙对了一个黄金涨有什么用呢？对吧？你一共投了多少钱啊？你投个3万5万的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个心态的就是一个病态，他就不应该去做投资。那照你这么说，那股票现在2700反弹到3500，那你没买的都后悔是吗？对吧？就这种心态啊，你就是2700买的，你也会后悔，因为你买少了，没有把父母堵上，没有把老婆孩子堵上，这都是失误，对吧？我的节目里面不需要这样的傻逼来看，对吧？离得越远越好。最后我们再说一说啊，这个胡鑫老师今天啊又发了一个微博啊，盛赞这个咱们的假期啊增加了2天。不过说实话，这也确实这个祝贺啊，值得这个高兴的，因为多2天假期，不要小看假期啊。这2天假期如果放在关键的时候，除夕，对吧？这就能解决问题，要不然也就是少了好多这个假期啊挪来挪去的这种烦恼，是吧？调来调去的。但是啊，胡鑫老师还是那一套啊，就是一切都是刚刚好。最新假日调整方案不仅带来立竿见影的实惠，而且它代表了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支持的方向。老胡诚恳希望这件好事带来更多愉快开心。不过胡鑫也说了啊，这个与其啊增加这个假期，不如落实好个人带薪休假。这个确实是的，公共假期太长啊，实际上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你比如说啊，国庆节你想去景点，那就是人满为患，火车票不好订，飞机票不好订，路上堵车，对吧？就是因为啊，咱们就是同一天放假。如果说啊，个人带薪休假这个落实的好的话，对吧？大家都是自己找自己的时间，方便的时候去旅游的话，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叫客流量的激增啊。所以还是想办法啊，要抓好落实好个人带薪休假，各个企业也自主。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啊，少2个交易日是福还是是祸不知道啊。当然了，也未必是少2个交易日啊，但是很有可能是少了2个交易日。如果在熊市，对吧，那就挽救了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少损失一点。如果是牛市呢，那就是耽误小散户赚钱。凡事有利有弊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